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咱即马过来介绍甲脚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字。咱第一字要来介绍就是读做蹬，是脚跟的意思。咱比如讲kha-āu-tenn就是脚后跟，脚跟，或者tò-thè tò-thè就是反踏鞋子的后跟的意思。咱下面过来介绍一字读做peh-suann就是昆虫或爬虫类的动物等往前移动，或人用手足伏地行走。咱比如讲囡仔学爬，就是小孩子学爬行，tsáu 就是像狗一样的爬行。过来下面这里读做peh，写法就是左边一个足，右边一个百，它是爬的意思，或爬或攀登的意思。咱比如讲lâu-thui就是爬楼梯，peh-suann就是爬山。过来下面这读做pháu-bé就是急行，双脚轮流蹬地，造成悬空，以迅速前进。这个闽南语用tsáu来代表。也引申为奔波忙碌的意思。咱比如讲做业务就是规工跑不停，就是当业务的就是整天跑个不停。另外它还有这个骑马驰骋游玩的意思。咱比如讲pháu-bé就是骑马。它还有这个赛马的意思。咱比如讲我去香港看人pháu-bé就是我去香港看人家赛马。好，下面要介绍这字叫做thè，就是向后方行走。咱比如讲倒退，就是倒退的意思。另外它还有消炎消肿的意思。咱比如讲这药抹下去真紧就会thè-hông，就是这药擦下去很快就会消炎消肿了。好，感谢各位的收听。